去无踪，予我请用，予我悲伤，予我怨叹在心中，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动，是我戆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，伊是风是城是爱流浪，要见面就在梦中。秋明啊，秋明啊，秋明啊，哈哈，好消息哦，好消息！是啥物好消息？看你走啊遐香港，后来你家人叫警察抓走啊！真是了。因头家佫会遭受贩毒啊！一声冤死的，啊！想要到天公边，佫会当斗3工。不了，自家讲你的财产是我的。阿爹，哪里？咱唔着要照叫伊来证明咯。当然啊。要唔过伊会摆开。你讲迄个摆开？无啦，哪有鬼？你看，我不管，我马上要讲。阿丽，都已经这样嘛，你是要去倒位啊？我唔知，我不会啊。阿丽，你即马无亲无情，你无要倒来遮，你是要去倒位？而且大警婆叫我着爱好好照顾，你无倒来遮要哪会使？啊，不过我会惊。那么，你去大姐婆来陪我，好不好？奇怪，哪会无人接电话？是啥人啊？这阿妈打电话。喂，我啦。哈？有鬼！真着鬼啊！好啦，我领你过吼，好。大这盘是三个有鬼啦，是啥物人打电话来啦？哎呦，都文良卡来啦，讲阿丽去撞着鬼吼，即马惊到要死，叫咱去陪伊啦。是文良啊！我
嘛家己咧变鬼咧，莫插伊啦。妥当的，文良的人伊毋是安尼啦。过去是高不离三种，伊才会安尼做。伊即摆袂啊，伊即摆是专心伫要照顾阿丽啊，哪有可能讲家己搁去装鬼吓惊阿丽啊？啊，再搁拍电话甲咱讲，看啊无？都要你食饱伤闲个，对无吼？谁知存什么心？透动的，你莫伫遐学白药啦。好啦好啦，莫搁多烧钱啊啦！人迄文良啊，敲电话来吼，讲甲偌紧张咧，我听迄个口气吼，无像是咧甲咱骗的呢。不管是安怎，咱来去甲看一下，毋就知影。啊，师，啊，假说咱真正碰到鬼要安怎？哎呦，你真戆呢！若是真正去拄到鬼哦，咱就来掠鬼啊！那是你啦！你早去手甲房间要创啥？我就想讲，我装鬼装了，唔知有成啊无？要来有手甲看啊！你装鬼怎来手甲房间要创啊？我是要来迄行手脚的啦。啥？你要来迄件手？可是手脚来，给。你两安尼是咧创啥？哎，人迄阿丽啊，就去互鬼惊着啊！怎么恁才搁装安尼？你是顺便要甲惊到死是？无啊，大姐无啊，我唔是要来吓惊人的，我本来是要来吓惊鬼的啊。嘿啦，师，阮就去互鬼惊着，阮即马装安尼要来惊鬼的。系啊。哎呦，咱是要来办代志的呢，唔是要来耍的呢。紧换换起来啦！你是顺便要甲人惊死的是？哦。原来换换的。好啦。妥当的，你搁徛倒啊创？唔紧去三毛换起来，紧的啦。要创啊咧？哦，妥当的，你手搁油咧吼？好啊啦好啊啦，莫假啊，搁假就无成啊啦。紧的啦，衫裤去换起来，无等下叫恁师甲恁骂。啊，对啊，你稍微紧换菜哦。叫我，你等我。我换好，你要哪等我？别掠我啦！迄是阿呆主，毋是我倒倒的。哎呀，那唔是我啦，倒倒假的。哎呦，安尼两个安尼是咧创啥啦？惊到这落型的。再加因跑，大姐无，大姐无，鬼啊！有鬼？咱除了你两个假鬼以外，哪还有较济鬼啦？有啦，有一个鬼哦，要甲阮两个电颔棍，我惊一个，全针对遐落去。哈？真的啊！有鬼要甲你电颔棍？啊，真是有鬼！哦，我知影。咱是咧知影啥？师，你当初啊叫阮两个惊着，你怎啊反倒倒来假鬼来惊阮，对毋对？你搁头来惊？你想讲恁三个是迄款会假鬼的人哦？我都要甲恁同款食饱伤闲个，我会假鬼。未假鬼。大姐嘛，来你手接我一个。这个较乖呢。
拄正你较油啊。伊又是啊，什么咧刮啊伊？你是要甲剥落你？无啦，大姐夫，我迄个哦要加地上，我安尼个摸伊手，哎呦，真油呢。嘿，好亲像一个查某的哦。查某嗯，手真油。师，啊哎，敢会是手玉啊？啊，瘦肉啊！老天爸啊，一个多哎呦，当你瘦肉啊，你人是咧唔捌你啊，你也惊甲。是啊，你昨早鸡鬼惊我无？假鬼？嗯，无啊。无啊。啊，你昨早到阮来找无你？我拄才伫楼骹照顾阿丽啦，我是等伊困去，我才起来的啊。真是安尼哦。啊，鬼毋是你哦。三，你真正有鬼啊！真正有鬼？那你是要安怎？大姐夫啊，若是真正有鬼哦，安尼爱开大掠妖。啊？要开大掠妖？嗯。安尼敢有妥当？若有妥当的斗掠吼，绝对妥当。是啊，你要叫我10年斗阵掠鬼哦？师，安尼无妥当。无妥当啊！哎呦，阿呆呀，你就知影吼，妥当的较无胆。啊，你要搁招伊甲你掠鬼也有法度，无我甲你斗3工啦。你啊，袂用哩。本大法师伫咧做法的时阵，查某的爱避起来，我才有法度通掠着鬼。安尼哦。哎呦，安尼是要安怎啦？安尼，妥当。伊若跟我来掠，就妥当。啊！师，我至少有个妥当啊！免惊啦，我伫这你惊啥？来来来，杨幂互你谈，我若我你甲摔落，你甲摔落，知无？跟我行，来。哎，拜请拜请，当赢兵当赢将，北赢兵北赢将，当赢兵当赢将，将兵将兵98000啊！结金之路连，速速到大城，大城槟榔老后田啊！哎，拜请拜请，当赢兵。哎，两啊手换做你害，杨贵鼓励你来抬啦，无钱我无害啦，红包大会做你来，红红哎，伊说炒出来咸龙房，忙一支来你做着他标，红来真啊几个头啦，你我出啦，只个要薄薄了，哎，出来，出来，不是输我啦，输头前啦。老大，这摆是安怎？你的口啥通我看？啊？哎呦，你真无效诶！枉费你伫恁三个身躯边对一偌年，就连我徛一世啊，尔苦苦喘，你这叫做身体虚啦。这爱补啊！我咧甲你讲，你嘛甲我应一句啊！啊！鬼啊！心情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不知家翁也陪。
讲你俩鬼，你唔记俩鬼，你个两个人在要创啥？无啦，我咧找我的剑啊！你的剑回到，你个第个酒的啊！你俩鬼啦！你不叫我，你哪叫我？我死你我怕死了！你唔惊，我会讲你唔惊。好啊！哎，挂下！你真是唔惊啊！好，你若真是唔惊啊，我惊你哦！伊两个就讲要掠鬼，安那掠到小人胖点。大姐嘛，你看，倒下骹好像是有人呢。鬼啊！你莫找我啦，我每个月请10万，绝对甲你烧油烧金的。你莫惊我啦，我袂受你，啊你当初甲拜一条路，我会拜几个月啦，哦。哎呦，跳动诶！你来走，我叫跳动诶。我道恁师，我唔知什么人就会做。大金婆，爸，咱恁两个是咧创啥啦？哈！鬼一下。到底倒咧有鬼？凊彩讲讲的。那无去。安尼我知，大金婆一定比变质较重，迄鬼看到你哦，就会走去啊。但你个死骨头啦，东，明明就无鬼，你就一定干那要讲有。啥？有啦，阮当下就是要来掠鬼，也莫叫鬼来去啊。是啊，迄鬼哦，法术又较饱呢。我用3味真火哦，甲烧，伊也唔惊我，我用迄盐米甲上，伊也唔惊我。哎呦，真是有鬼啊！大金婆，代志唔好啊，阿丽胖去。阿丽胖见。穿红衫滚头嘛比过日，可爱小阿娘今年是几岁？请问阿娘啊，唔知嫁翁也陪。有吹哦，吹无？我嘛无。我亲目睭看伊困去，我才出来的啊，哪会可能无去咧？是啊，是安怎哪会安尼咧？啊，我知影，啥个？一定是伊啦！伊是啥物人？紧讲啊！啊，就迄下晡晡的苦啦！无可能，伊袂安尼做。啥物咧无可能？自阿丽失踪，到即马拢无看到苦啦，一定是苦啦，甲阿丽带走的啦。这样还动手，绝对袂做出这种代志。都是忠心者做这种代志啦，啊！因为保护你这个主人，无互你这个主人去坐监，所以哦，伊才偷偷自从人甲带边仔去，然后哦，才要杀人灭尸。哎呦，阿仔啊，等你是咧讲啥？你假熬，你假聪明。什么咧杀人灭尸？人伊若要杀人灭尸，早就下手啊！那就听下，甲咱大家拢来伫咧车里车咧下手，人都要你讲要报人知个。啊，无咱拢无快苦啦。哦，这。
讲文良啊，你斟酌想看卖咧，你有甲人结冤仇啊无？无咧，我着真少甲外口接触，免也有可能有啥物烦恼啦。安尼吼，安尼，嘿，好啦，安尼，塞，我讲了有对同哦，讲过来甲阿掠抓走，你都唔信。这啊，看来，你甲我讲个清楚，你是上安尼带去倒？文良啊，你即摆咧比啥？可来是咧比讲，有人将安尼掠走，是可来将伊安起来。奇怪，是安怎最近阮厝诶发生遮尔侪莫名其妙诶代志？这个人到底是有啥物目的？大进步剧情愈来愈精彩，应观众朋友再三要求，大进步串江湖续集正在筹备中，特别向全省各地乡亲征求地方故事，凡是有忠孝节义、乡土奇谈以及地号名由来，请你赶紧来批甲阮通知，来批车架台北市敦化南路834巷6号3楼，众印制作公司收就可以。阮有准备精美的纪念品，要来赠送予你。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大进步串江湖。害我将油问来找真帮，也是对袂着伊的行踪，是我误，是我苦，是我痴情又苦强，伊是风是城是爱流浪。要见